根据科学报道指出，食物虽然无法发出声音，不过透过静止、手叶等发出震动，彼此之间得当连接。这款的观念嘛，引发法国艺术家亚历山大·李维甲十个文创驻村的计划合作，伫这张五形星球的大墙，发表会当甲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艺术。透过大自然甲艺术的结合，和树中有音乐，乐中有树，相当特别。其实生物、植物当中，它是可以透过人为的一些动作，或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影响，可能是气候或是一个接触，所产生不同的一个反应。那呢，李维老师就把这样子无形的反应，透过具象的一个画面来呈现，将这个无形的东西呈现在一个木板上面，做一个有形的具象呈现。那呢，将声音的部分呢，透过这个电子音乐的合成，来将这些声音来做一个具体的展现。那所以呢，进到园区的观众朋友呢，都可以透过与这些装置艺术的互动，那呢，透过这个互动之后呢，所产生的声效来跟原本的场域的声音来做一个结合，来呈现一个自己的一个创作作品。活动些音乐装置艺术结合音乐家现场演奏，加上甲魏武营国际艺术中心合作，也就是将客户画作的8片插板接电，并将甲每一个插板互动的声音混合做伙，会当往来感受无同款的声音效果。这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应该就是石鼓这边，其实它有很好的天然的空间。那这等于说它这个装置物就是直接是在一个更自然的环境下面来呈现。那我是觉得，以这个艺术家来讲，他做的每个作品，其实在不同的场域空间的时候，就会有让民众有不同的感受。那在我营其实是一种感觉，那在这边的话，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该展览为一场10月20下晡2点，将由在地音乐家演奏亚历山大·李维所创作的音乐，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